Jerry哥啊，依家裝修揀咩瓷磚嘅感覺可以又舒適又好打理啊？你有冇了解過奶油風啊？選用油光磚喎，橫行我哋嘅新代設計啊！大部分朋友過嚟買瓷磚咧，都係只會專注喺有冇光面啦、瓦面啦，又或者係深色同埋淺色，有冇防蝕嘅功能咧？咁屋勢係咪一定要鋪光面磚咧？光面嘅效果係咪令到你一定係最舒適嘅感覺咧？除咗以上我哋識得個基礎之外咧，其實瓷磚仲有好多事項我哋要懂得一下嘅。識多咗，你會有意外嘅驚喜，屋企裝修會更加靚嘅效果。第一款要介紹嘅呢一款瓷磚面層主角咧，就係光面瓷磚啦。佢個光澤度咧喺90度嘅左右嘅。佢個優點咧就係佢反光啦，會感覺亮麗啦，同埋寬敞嘅，同埋特別容易打理啦。但係佢個缺點咧就係佢因為對燈光嘅反射嘅話咧，未必令到我哋人體係最舒服嘅。如果你屋企多射燈嘅話咧，或者係櫃底有 LED 燈帶設計嘅話咧，佢會反射啲燈珠嘅，反而又會有失真嘅效果啦。第二個要介紹嘅主角就係呢一款啦，油光磚啦，係一款新穎啲嘅產品嚟嘅。近幾年咧出現咗一個名堂叫做奶油風，特別適合喺香港嘅，因為佢比較淺白，適合屋勢。佢個光澤度30度左右啦，特別柔和嘅。咁做出嚟嘅效果咧係特別舒服嘅，同埋咧佢就係比較襟身啦，睇唔厭啦。缺點咧就係比較滑啲嘅，同埋佢比較淺色啦，特別容易感覺佢污糟啦。第三款要介紹嘅就係呢款啦，瓦面磚啦。佢個光澤度係10度以下嘅啫。如果你個設計比較深色啲嘅系列嘅，佢個效果咧係比較硬朗啲嘅。佢個用途非常之咁廣泛㗎，無論你牆身或者係地面都係適用嘅。做出嚟嘅感覺咧就係低調舒適，咁佢亦都係有一個防線嘅效果啦。同埋佢個缺點咧就係比較令到個採光度減低嘅。第四款就係藍面磚啦，佢個光澤度喺20度左右嘅，佢一般鋪喺地面為主嘅，佢就有戶外 feel 嘅感覺啦，同埋有石紋嘅質感啦。好似久經風雨過嘅感覺啦，一般商業為主嘅，咁佢個缺點咧就係比較藏積啦，同埋冇咁好打理啦。第五款就係呢款乾粒嘅半拋磚啦，佢個光度喺10度以下嘅，佢咧就係比較咧防線嘅，同埋耐磨嘅效果嘅。如果你細心睇嘅話咧，會睇到佢有啲凹凸嘅感覺嘅，佢係特別適合咧廁所嘅地面使用啦。如果你真係問我佢嘅缺點嘅話咧，我係覺得佢比瓦面磚咧係難打理少少嘅。第六款就係呢款浮雕磚啦。我哋平時見到啲瓷磚凹凹凸凸唔平嘅，其實咧就係呢啲浮雕嘅效果啦。有石紋啦，亦都有木紋嘅。佢嘅凹凸程度咧會影響我哋對佢嘅真實感覺。喺設計上邊會更加立體啦。佢個缺點咧就係顧名思義，會更加藏積啦，同埋冇咁好打理嘅。想要對比度比較大啲嘅話，可以選擇深色嘅瓦面磚啦。又如果你想放鬆或者舒適嘅話咧，你可以選擇淺色嘅油光磚啦。以上除咗藍面磚同埋浮雕磚個紋理比較深啲之外嘅話，其他瓷磚嘅面層都係比較容易打理啲嘅。我係 Jacky。記住，買建材唔使上深圳㗎，香港都可以買到又好又平嘅建材嘅。